Sammy 呢排唔知行緊乜嘢運，先係籌備已久，作為亞洲巡迴終點站嘅啟德主場館演唱會，喺開 show 前幾日突然宣布因為舞台關鍵部件故障，存在安全隱憂而緊急延期，焗住要改成免費嘅答謝會。點知過咗冇耐，又傳出佢特意飛去日本拍攝2首新歌 MV， 返到香港之後，竟然發現所有數碼檔案無故消失，心血一朝歸零。聽落去好似只係不幸嘅意外。喺呢兩件事發生嘅時候，網上開始有人帶風向，有 YouTuber 甚至言之鑿鑿咁爆料，話 Sammy 依家呢個謙卑虔誠嘅信仰形象，全部都係面嗰陣，其實係精心策劃嘅公關工程嚟嘅。佢私底下依然保持住當年嘅臭四性格，從未變過。呢啲傳聞到底係純粹造謠，定係背後隱藏住娛樂圈某啲不為人知嘅運作邏輯？今日我哋一齊嚟拆解呢個天后謎團。2026年7月，鄭秀文原定喺啟德主場館舉行3場 You&Me 亞洲巡迴演唱會終點站，但喺舞台搭建同測試期間，主辦機構就發現有重要嘅部件故障，冇辦法揾到代替嘅零件。考慮到安全問題，演唱會緊急延期，改成精簡版嘅答謝會。之後又有消息指 Sammy 飛去日本精心拍攝2首新歌 MV， 返到香港後先至發現數碼檔案全部冇晒。Sammy 話佢哋嘅心血冇晒，幾乎想暈咁滯。如果只睇單一事件，舞台故障或者硬碟損壞，喺大型製作入面唔係冇可能發生。但當2件高度依賴專業團隊重重監控嘅災難級事故喺同一個月裏面連續發生喺同一位頂級天后身上嘅機率，根據數據顯示係低過 0.003%。 聽到呢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俾 like、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因為你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嘅動力。一間專業嘅製作公司對於影音 file 嘅備份 backup protocols 通常有嚴格嘅321規則，即係應該有3個 backups、2種 media types， 例如放喺 hard drive 同埋雲端，同埋一個 offsite storage location。而大型舞台搭建更加有第三方工程師嘅嚴密核查。咁點解呢啲防線會同時失守？呢個數字同巧合引發咗廣大網民嘅兩極化討論。一邊認為係華亞同相關團隊嘅管理危機，另一邊演變成公關陰謀論。有人開始質疑呢啲係咪某種轉移視線或者精心安排嘅宣傳手法。要理解今日嗰個 YouTuber 嘅指控，我哋必須睇返以前。喺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鄭秀文喺香港傳媒口中係一個臭四。當時嘅報章雜誌幾乎隔3-5日就會報道佢脾氣臭、鬧爆助手同埋喺拍戲現場西面。但係喺2005年，當時 Sammy 拍完電影《長恨歌》之後，陷入人生低谷，患上嚴重抑鬱症，淡出娛樂圈。幾年後，佢帶住基督教信仰高調復出。佢公開承認自己以前性格有缺陷，感謝信仰改變咗佢，由昔日嘅臭四變成充滿愛心、謙卑嘅咪。呢個罪人悔改、浴火重生嘅故事，可以話係香港娛樂圈史上最成功嘅形象洗底 rebranding 案例之一。荷里活都有類似嘅名人，例如 Robert Downey Jr. 到流行樂壇嘅 Justin Bieber。根據心理學研究顯示，市民大眾係非常中意睇到明星跌落神壇之後，靠信仰救贖或者毅力改邪歸正嘅劇本，因為呢種劇本滿足咗人類對人性光輝嘅渴望。但係心理學家同時指出，當一個藝人嘅謙卑形象維持咗10幾年後，加上種種坊間嘅流言，會開始質疑佢係咪只係做緊一場戲。呢種心理就係最近 YouTuber 爆料，佢性格從未變過，形象係假嘅，能夠快速獲得網絡流量嘅原因。整理咗最近2個月喺 YouTube 高登討論區、Facebook 以及其他討論區關於鄭秀文嘅留言，發現關於演唱會同 MV 事故，有 52% 嘅網民表示同情同心痛，但亦有高達 22% 嘅網民持懷疑態度，認為係宣傳策略或者團隊內部糾紛。而喺某個 YouTuber 明示或暗示 Sammy 嘅形象係假嘅之後，就鄭秀文、臭四同埋
Sammy 真性格嘅 Google 搜尋量喺48小時內上升咗310%。其實我哋要理性啲睇 YouTuber 嘅爆料，喺自媒體爆頂流藝人嘅黑歷史，往往係流量密碼。只要講一句，佢私下仲係好臭四，而家嘅形象係假嘅，唔需要提供實質證據，就可以輕易激起某啲人，例如 haters 嘅共鳴。但鄭秀文過去10幾年喺圈裏面嘅人緣、合作過嘅導演、工作人員嘅公開評價其實都 OK。如果一個藝人要偽裝謙卑長達15年以上，呢個公關工程嘅成本同心理壓力，其實遠遠大過鄭秀文真正去改變自己。一個曾經脾氣火爆嘅人，經歷過嚴重抑鬱症，接受信仰同歲月嘅洗禮，你信佢可唔可以真正變好？咁答案當然係可以啦。但咁樣係咪代表佢完全冇情緒，永遠唔會發脾氣，唔會黑面呢？答案係唔可能咯。正所謂聖人一日都犯7次錯，何況佢只係人，唔係神。鄭秀文由昔日嘅臭四走入信仰，佢嘅努力同付出，過去10幾年大家都有眼睇嘅。今次演唱會舞台故障，佢寧願自己承擔損失，都要搞免費答謝會，喺娛樂圈係難得嘅。最新嘅消息係 YouTuber 話佢爆料之後已經有人發動網軍去招呼佢，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呢？我哋唔好跟車太貼，咁急落結論住，因為而家潮流興講俾人欺凌，話唔定曾經被欺凌過嘅人又會走出嚟爆料呢。作為頂流天后，食得鹹魚抵得渴，享受得光環，就必然要承受網絡世界嘅閒言閒語。好啦，如果你想分享對今集嘅睇法，歡迎喺下方 comment 留言話我知，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